3节、第4节已经有讲解，但是意义嘛袂歹。第1节、第2节的歌词是叫古圣诗的歌词，第3节、第4节是落尾。那个这边有写落尾到讲解的歌词，但是嘛是袂歹。好，咱来唱。好，来。 唱一摆，咱就准备心三个来敬拜主。来第1节就好，来。我来亲过耶稣，因为属多福，心内那无比就以后我快乐。我来亲过耶稣。 心就进我语，因为救世界亲像我甘你。好，安静来准备。好，家己姊妹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啊，请咱将咱的手机啊关机，也是静音。
就用感谢建立伊圣殿的门，就用上赞建立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先伊的主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煞到万代。这时，请咱做伙吟诗来阿罗上帝。圣诗第159首，圣诗第150首，我来亲近耶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遮济，这是咱同心合道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在2月的第一天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礼拜。感谢主你的供应，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恩典够用，不致缺乏。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悔改，有时我们信心软弱，无法将所挂虑的事情全然交托给主。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有时也为了地上的事忙碌，而忘了与主你的亲近。以上这些都求主来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求主帮助圣灵敞开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到智慧，领受牧师所带来的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语。接着，我们也为着世界的平安祷告。除了持续已久的俄乌战争，以色列与周围伊斯兰国家的冲突，台湾与对岸的关系也仍然紧张。求你赐下智慧给各国领袖，祈求和平能临到全世界。我们也为着台湾这块土地祷告。去年923的花莲洪灾，以及近1个月宜兰周围的地震，都让人心生不安。求主赐给大家平安的心，以及保守这块土地的百姓能安居乐业。近日来的寒流以及忽冷忽热的天气，让人容易生病。求主保守会友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给长辈和小孩足够的免疫力。身体在受病痛所苦的会友，也恳求主来医治。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的会友来提名祷告。赵世琴姐妹、谢欣美姐妹、谢美信姐妹、洪时光弟兄、李富雄弟兄、胡玉田弟兄，求主保守他们的
身体健康，以及他们今日来所遇到的困难，他们所求所想的，求主你来带领他们。那最后，我们为着教会的建堂以及所有的事工来祷告，恳求主与我们同在，一步步带领我们，让会有在服侍的过程中更团结、更合一，也更甘甜。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勇气，去面对一切的难题。以上祷告所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车咱重新来启用，启用文第33篇，也是诗篇139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这些对镜你嘛会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摇尾开嘴。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帛遐尼啊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还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牵起来，叫暗暝甲我惹着。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这声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同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计。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要让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是咱重新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自《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18节到29节，18节到29节，我来读。大卫王就入去会幕，坐伫上主的面前讲：至悬的上主啊，我是啥人？我的家算啥物？你竟然带我到这个地位？若安尼，至悬的上主啊，你阁眷顾你奴仆的家的将来。至悬的上主，这竟是一般人会当拄到的代志。至悬的上主啊，你的奴仆你上清楚，我还有啥物话通讲？你有做遮个大事，阁教导你的奴仆，这拢是因为伊的应允照你的旨意。22节，至悬的上主啊，你真伟大，照阮所听见。无一个会当甲你比，你以外无上帝。世间竟有一个国，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上帝，你有救赎因，互因诚做你的子民，互你家己得到荣耀，阁为着你对埃及解救出来的子民做大国通行的事，将六邦人甲遐个啥物赶出去。你有建立以色列，永远做你家己的子民。上主啊，你阁做因的上帝。25节，主上帝，你过你的奴仆甲因的世家的应允，愿你照你所讲的实现，互因永远稳固。愿咱永远遵从你的名讲，上主万军的统帅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
故你的奴仆大比下家要伫你的面前建立。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啊，因为你有启示你的奴仆讲，我要建立你的王朝，所以你的奴仆好等用即个祈祷对你恳求。28节，至高的上主，只有你是上帝，你的话真是可靠。你用即个福气应允你的奴仆，但求你欢喜，赐予你奴仆的家，互因伫你的面前永远稳固。至高的上主，因为你有应允，愿你奴仆的家对你得到福气，到永远以上。愿上帝的话加在咱的帮助甲智慧。这是社青团体要带咱来因时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因的诗歌是迈向新的生命。愿一切水的歌声，诚济芳芳的节，甲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当身体成为祷告的语言。将时间交予牧师。弟兄姊妹平安。感谢咱社青团契用着迈向新的生命这条诗歌来带咱来敬拜上帝。伫遐讲起着，伫咧即个黑暗的即个世代，咱活伫咧即个中间，咱安尼伫即个安尼繁忙的即个生活中间，比较咱会失去了方向。咱甚至安尼伫咧安尼，尤其伫咧即个多元的即个社会，咱安尼受着威胁吼，毋知要安怎行落去。感谢主，
互咱会通伫主的引出内面，咱会通来安尼迈向新的即个生命。所以嘛，求主帮助咱要安怎会通时常来安尼迈向新的生命，就是时常来会通倒来到伫主的面前。亲自伫遐，因为咱有主甲咱同在，互咱会通来搁一届对伊来得到迄个新的生命，互咱的迄个旧的生命慢慢来得到换新。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安尼不断来安尼将咱家己的生命来交出去，来互主的生命来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安尼一直来活出来。所以咱同心来祈祷，稳定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你安尼圣的旨意内面，主你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也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通时常会通会晓你不管是伫咧得时不得时，拢会通时常倒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安息伫主你的内面，来得到对主你来的新的快乐，互阮会通安尼我靠主来较赢伫咧即个俗世、即个世间。逐样的遮个引诱甲牵绊，互阮会通安尼专心来跟对你，来仰望你，来互你来对你来安尼得到迄个新的快乐，互阮会通面对即个世界的时阵，互阮会通因为我靠主来得到较赢。愿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到主，愿你家己亲自来对你家己的百姓来讲话，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们。咱伫咧顶礼拜，咱邀请到老三牧师刘小婷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来陪灵来分享，所以咱相信咱有安尼享受到即个属灵的即个飨宴，所以咱今仔日要搁一届转来到伫咱的青州小菜，来分享咱的即个祈祷的即个主题，咱进前所分享的继续咱的迄个祈祷的主题。咱伫2礼拜前，咱有讲起到，咱祈祷的时阵，往往咱伫咧第一个时间，咱所想到的是，咱到底咱讲了什么话，却真少去想到讲，咱要安怎徛伫上帝的面前。因为祈祷毋是干那一个心灵的祈祷的活动，嘛是嘛毋是干那安尼理性的表达安尼尔，嘛毋是迄个只有语言的安尼迄种的沟通，乃是传达一个真重要的事实，就是咱毋是干那是一个灵魂的人安尼尔，咱搁较是有身体敬拜者，所以祈祷是一个全人迄个规个心灵用着敬畏的态度，徛伫上帝面前的一个行动。所以使徒保罗伊安尼甲咱讲，咱的心灵是圣神的殿，咱的身躯是迄个圣神的殿，咱的身躯毋若是安尼只有干那参加伫咧即个敬拜，嘛要成做咱的祈祷的语言的一部分。所以进前牧师已经有分享咱3种的身躯成做祈祷的语言煞接咱要来分享第4种，甲着迄个第5种，安尼当身躯成做祈祷的语言。第4个就是坐咧祈祷，这也是咱可能真侪时阵咱会用到的的一个方式。但是伊坐咧祈祷一个搁较要紧的，伊是安息伫天父的怀中的一个亲密的时刻。伫咧圣经内面较少直接来记载讲坐咧祈祷的例，但是有几个所在，有几个经文，值得咱会通好好来去思考。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代表伊互咱为咱做一个真好的迄个坐咧祈祷的即个榜样。伊伫遐讲代表王就入去会幕，坐伫上主的面前。伊伫迄中间这是一个真美丽的一个画面。坐伫上帝的面前，当先知拿单甲大卫讲上帝要为伊建立迄个永远的迄个国度的时阵，大卫伊无徛起来，伫遐安尼慷慨激昂，是讲嘛无跪咧表达伊对上帝迄款安尼的谦卑，伊只有干那坐伫耶和华的面前，伊伫迄个中间坐伫上帝的面前，伊伫遐迄款安尼迄个姿势是表达。伊对上帝迄款安尼迄个亲密
安息，甲着迄个讲迄个安尼伫迄中间伫遐来沉思上帝对伊的迄个恩典。伊就甲亲像一个囡仔坐伫咧老爸的骹前，伫遐咧听故事，特别坐伫咧上帝面前，伊伫遐咧思想上帝恩典，甲着上帝对伊的迄款安尼应允。所以这毋是一个凊彩坐，是一个充满敬畏的安息。我伫咧迄个安尼一边伫咧做迄个我还咧做神学生的时阵，我有受到提醒，迄个时阵就是伫咧做礼拜中间，我拄安尼翘着腿一个长老就对我的骹甲我翻咧，我就赶紧的骹甲放下来，因为伊讲，咱伫上帝面前，就是只有干那敬畏在神的面前。当咱若是翘骹，也是伫咧祈祷，咱是用着翘骹的迄个方式来伫咧祈祷的时阵，你讲想想讲，安尼是上帝较大，还是你较大？所以我伫迄届安尼受到迄款安尼提醒了后，我不管是伫咧做礼拜也好，伫咧迄个祈祷也好，我着亲像讲咱伫咧聚会时阵，有当时咱会翘骹，但是若即是咱当时来祈祷时，我紧会看骹紧放落来，因为咱是势立伫咧上帝面前，咱伫坐伫上帝面前，所以咱爱用着一个真敬畏的心安息伫主的内面。咱过来看另外一个咧，就是即个同款是坐咧祈祷的咧，但是伊的即个祈祷真特别，是即个马大伊的即个小妹玛利亚伊的选择。马大的小妹玛利亚，伊坐伫咧主的面前听主的教导。虽然这毋是一个祈祷的场景，但是却展示一个真深刻的迄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坐伫咧主的骹前是一个上好的位置，所以主耶稣安怎称赞？主耶稣称赞玛利亚讲哪？伊讲玛利亚呐，伊已经经着迄个上好的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安那抢去。所以会记哩咱来做礼拜第一个爱赶紧来爱毋好迟到来到伫上帝的殿里毋是坐伫上后壁，咱爱坐伫上头前。牧师讲道应该口水还没有喷到那么远才对，毋是因为要听牧师的讲道，乃是因为咱要亲近上帝，就亲像玛利亚共款，伊坐伫咧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讲玛利亚伊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可以从他夺去的。所以伫咧教会做礼拜的时阵，也是聚会的时阵，咱应该尽量坐往前，互迄个迟到的人伫咧后壁。过来就是只有干那服侍同工坐咧后壁才对。咱应该尽量往来伫咧头前。所以我时常拢看到咱的保宇兄保宇兄大家拢坐伫咧即个位，伊毋是干那，伊真正伊做礼拜的时阵，真安尼。正襟危坐，拢安尼衣服，你若大家来看伊做礼拜，衫一定拢穿甲足正式的，来见即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这就是敬拜上帝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咱无随便来到伫上帝面前，咱用上好的一面来面对咱的主。当然，即摆咱的时代改变了你若去迄个服装店有的衫愈破愈贵但是迄个时代，不管时代安怎改变，咱爱会记，咱来到伫上帝面前，一个真要紧的迄个敬畏的态度。是安怎祭司来咧献祭的时阵，祭司的衣服一定爱穿长袍。伊过去以早可能伫咧迄个两三年前，可能无有内裤，所以迄个祭司咧献祭，因为他要上台，他要走台阶，
你若是如果没有穿长袍，有可能你的下体会被人家看到，所以要遮盖遮掩一样的。咱来到伫上帝面前，是安怎？咱过去咱的长辈一直伫遐讲，咱来做礼拜时阵，请你唔好穿迷你裙，请你唔好随便穿，因为咱是来到伫上帝面前，是用着迄个敬畏的态度来到伫上帝面前，用着咱迄个上好我相信咱若有一天有机会安尼受到即个安尼讲迄个，像讲有人得奖会通去到伫总统府来受到颁奖表扬，请你想看嘛，你会穿迄个破破烂烂的衫，是你会将你所有上好的迄一领，就算讲咱的经济较无好，上无我嘛穿着衬衫，安尼穿着安尼很正式去见咱的总统。何况咱是去敬拜迄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这也是我伫咧新人院的时阵也受交代。你到伫教会做礼拜的时阵，牧师家己爱穿正装。咱来到伫上帝面前，如果咱若安尼穿了真随便，咱要安怎安尼？来讲，将咱的上好的来献互上帝。玛利亚伊选择迄个上好的迄份，是无人会通抢去的。所以有时咱的祈祷需要毋是干那只有安尼讲用到真济话。我知影有当时有的人祈祷安尼会滔滔不绝，但是有当时咱安静坐伫主的面前，这嘛是一种的祈祷。因为安那，咱祈祷有当时毋是真济的话语，乃是有当时咱需要是安静伫主的面前，伫遐听主伊要对咱所讲的话。咱伫遐毋是有真济的即个活动，乃是搁较济的安息。这也就是咱有当时咱的教会，咱安尼伫咧，尤其是伫咧咱的圣诞节的即个咱有伫咧24暝。咱有一个即个圣诞的泰泽的即个晚祷，是安那伫咧晚祷的过程内面，拢一定有一个项目叫做静默，迄是安静伫上帝面前。伫迄个安静的时阵，伫迄款安尼的操练的时阵，有的兄弟抑阁无迄个习惯，伊就感觉讲，我着既然是叫做祷告嘛所以我着一定要出一点仔声音安尼才是祈祷。但是什么叫做静默？安静伫主的面前，安静伫咧主的面前，伫遐只有点点注心伫咱的主，伫遐安静听伊要对咱讲什么话。所以伫咧坐伫祈祷，伊安尼是体现一种的安息的一款安尼的一个神学。伫咧希伯来书内面讲，因为迄个讲，因为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的人，亲像上帝煞伊的工作，嘛煞因一切的工作，所以咱着努力进入这个安息。华语讲得可能会更加贴切一点点。伊讲所以我们务必要怎样竭力的进入那安息。所以。迄个安息是爱尽力尽力去进入迄个安息，尤其是咱伫咧即个真忙碌的即个什么现代即个社会，咱的文化中间，咱习惯安尼不断伫遐安尼一直做，咱安尼插着安尼拢无法度安静落来。就算咱伫咧祈祷的时阵，咱嘛安尼。会伫遐忍袂牢，想讲无要做一点仔啥物款的代志，也是讲咧祈祷无嘛加减讲一寡。但是坐咧祈祷，咧提醒咱伫上帝的同在的内面，迄个伫咧甲上帝同在，迄个本身就是安那，伊的上主要目的就是无需要拢安尼一直有啥物款的这样表现，乃是一种的安息。
诗篇第46篇，伊讲安啦，伊讲你们要安息，啊，拢静静，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重，伫全地受尊最大。伫咧即款即个所在，迄个讲到迄个拢静静，吼，拢啊，迄个要休息。咱来知影，伫咧希伯来书，伫咧希伯来文内面，啊，伊的意思是一种的，讲休息是一种的放手。咱有当时，咱伫咧咱的教会内面，咱咧不管是咱的祈祷也好，咱伫咧服侍也好，咱有真正放手无？咱有伫遐放手，停止挣扎。哦，这是希伯来文，当初是迄个休困的迄个休息的即个伊的意思，就是放手，停止挣扎。咱真侪时阵，咱不愿意放手，咱不愿意安尼停止挣扎。咱伫遐来向主祈祷，讲主啊，求你保守我、引带我、带领我。但是咱咧祈祷规半步，结果咧，咱有放手无？咱犹原甲咱家己的性命立条条。安尼主要安怎引带咱？咱犹原伫遐挣扎。哦，拢求主，你伫我的性命内面做主，伫我的家庭内面做主，但是咱立条条。诗篇甲咱讲，恁着安那，拢静静，着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重，伫全地受尊最大。所以坐咧祈祷就是一种的放手，就是停止安尼自己的迄款安尼挣扎，是安歇伫上帝主权的内面。所以咱要安怎坐咧？咱要安怎坐咧？咱坐咧就坐咧，是安怎？大概搁安怎坐咧？哦，咱什么时阵坐咧？是咱伫咧日常咱的迄款迄个灵修的中间，咱每一天固定亲近上帝的时间，坐伫迄个坐咧会通安尼，互咱会通搁较持久。哦，因为咱徛咧有当时咱会徛了脚会酸。咱上无安静伫主的面前，吼，来伫遐每一天有固定的亲近上帝的时间，坐伫遐点点啊安静听主伊要对咱讲什么话。第二是迄种咱伫遐默想迄个上帝的话语，也是迄个伫遐咧默想上帝的属性。咱伫咧每一次的礼拜二的祷告会内面，咱拢不断伫遐咧宣告上帝的属性。咱有将上帝的属性，安尼真正伫遐思想了，咱有真正活出来，互上帝伊的属性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彰显出来，啊无？伫遐每日三思上帝的话语，搁伫咧咱的读经的安尼祈祷的时阵，咱一边读上帝的话，一边伫遐祈祷来回应上帝伊对咱所讲的话。搁过就是咱若是咱的祈祷，如果若是迄个长时间的迄个祈祷的时阵，咱为着侪人伫遐咧祈祷的时阵，为着侪人侪代志咧带祷的时阵，咱需要有较长的时间，咱用坐咧祈祷伫遐来甲主有一个真亲密的迄款安尼沟通。过来上尾就是咱身心疲惫的时阵，当咱需要伫上帝面前来恢复迄个气力的时阵。咱会通用坐咧祈祷来伫遐甲主伫遐安尼来亲近，来伫遐搁一摆对主来定心来得到气力。安尼咱要安怎做？咱要安怎坐？哦，咱会通找一个较好势的椅啊。哦，咱毋好去找迄种亲像咱迄种珍珠椅有无？咱后壁无靠背迄种的，你坐到你人会无爽快。哦，因为你坐咧，你无法度完全放松。哦，要找一则有那个靠背的椅子，哦，双脚平放在地上，搁过来咧，咱会通伫迄中间，将咱的手，吼，安尼放伫咱的膝盖顶面，也是伫咧咱的大腿顶面，也是轻轻的合十坐咧，哦，有一个靠背伫遐。如果那个椅子搁有扶手，搁较好，咱安歇伫主的内面。但是有当时爱记哩。毋好避免过度的舒适吼，迄款的沙发
吼，迄坐迄个碰椅吼，沉落去迄种诶，像人都落落迄种诶，吼，也是吼，讲坐伫眠床顶，结果到尾啊就拄久，吼，咱是用着真警醒、安歇伫主诶内面，迄款安尼祈祷，毋是粉碎。过来，咱会通伫咧精神上好诶时阵，也就是伫咧透早，咱拄起床诶时阵，咱伫遐安尼。精神上好诶时阵，坐咧伫遐祈祷，甲主有一个真好诶迄款安尼沟通诶迄个安尼对话时间。所以过去有一个即个属灵诶长辈啊，伊就捌安尼分享，伊讲伊伫咧少年诶时阵啊，伊就感觉讲迄个坐咧祈祷无够敬虔，所以直到有一天伊意识到讲上帝无需要伊用着伊诶身躯诶迄款安尼迄个疲累吼来去证明讲伊吼我尔啊疼上帝。所以伊是爱用着伊的心完全甲着咱的甲着主上帝同在，所以伊逐工伊就伫遐用着透，伊伫咧清早的时阵，伊就安尼坐伫咧伊家己的迄只安尼老椅子的面顶，伊伫遐甲着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迄款安尼的时刻。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咱咧祈祷的时阵，咱会通找一个安尼真适当的位置。无受搅吵，咱伫遐安静坐伫主的面前，伫遐甲主有一个真好的迄款安尼对话。上好就是咱会通搁较济来听主伊对咱要所要讲的话语。咱若对圣经内面来去看见，主安怎讲以色列百姓，讲遮个硬颔棍的百姓因毋听我的话。所以今仔日咱伫咧，咱既然咱已经领受上帝的话语，咱就毋通硬咱的颔棍，乃是安那？咱伫遐来时常来听叹上帝的话。啊，要安怎听叹？咱需要的是上帝的话会通深深来刻掉伫咱的心内，互主的话伫咱的内面不断。当咱有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咱咧想什么款的代志的时阵，也是咱为着什么款的做的代志咧祈祷的时阵，上帝的话语就安尼不断伫咱脑海内面对咱来呈现，迄就是主伊咧对咱所讲的话语，互咱会通真清楚知影主伊要对咱讲什么款的话，咱伫迄中间来分别了，咱欢喜来伫遐来操练，互主的话语会通不断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安尼来彰显出来。所以即款安尼的迄个操练是持续的，伊毋是迄种安尼讲3分钟热度，乃是不断伫遐安尼透过不断操练，互咱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第五，咱要安怎将咱的身躯成做基督的语言，就是用行走祷告。虽然咱的圣经内面无直接命令咱行走祷告，但是有真侪真美好的例。甲着迄个原则，伫咧旧约创世纪内面，当咱若讲到行的时阵，咱检采会去想到一个人，就是伫咧创世纪内面的迄个以诺。以诺甲上帝同行，伊诚做咱一个真好的榜样，甲着见证。讲以诺甲上帝同行，上帝接伊去，人就袂当搁看见伊。所以咱就会通想象。这是以诺伊的生命是一个动态的迄款安尼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动态的描述。就是以诺伊毋是静静伫遐来等待上帝安尼那尔，乃是伫咧伊的生活内面，伊伫咧行做，伊伫咧行路，伊伫咧做什么款的代志安那？他说他与上帝同行呢。所以就是讲你伫咧，不管你是咧做工课，你伫咧包括。你伫咧迄个安尼迄落咱像讲咱的在遮姊妹伫遐咧做菜也好，甚至你伫咧上厕所，也是你伫咧洗身躯，咱拢是咧甲上帝同行。伫咧迄个中间，咱甲上帝对话。你感觉伫咧祈祷，你伫咧洗身躯的时阵，讲主啊，咱求你洗清我。亲像我咧洗身躯，将我身躯所有的污秽垃圾来甲伊洗除清去，互我会通白若亲像洗。咱透过咱伫生活的每一个
咱的动作内面，咱就用着甲着主伫遐三甲同行。安尼，迄款咱的性命是得着上帝欢喜，所以伊伊甲上帝同行，上帝就接伊去，人就袂当搁看到伊。伊甲上帝同行几年？300年。所以咱就想象讲，这是一个迄是一个什么款的性命，互伊会通伫迄中间，安尼用着300年，甲上帝伫遐同行。迄个同行内面是包括，伊毋是干那只有干那伫遐行路时才咧祈祷，伊是伫迄甲伊伫咧做任何代志的时阵，拢是咧甲上帝伫遐咧对话。伫咧新约内面，主耶稣伊嘛互咱一个真好的榜样。伊伫咧咱会通看见伫咧福音书的记载内面，主耶稣伊时常伫咧往返伫咧安尼遐各个乡镇，遮城镇的中间，伊伫咧路的，伊甲着遮门徒伫遐咧讲话。所以伫遐甲着门徒伫遐咧安尼教导时，伊是用行走的方式，沿路行沿路讲，共款伊嘛是迄嘛是一种祈祷。所以伊伫咧以马忤斯的时阵，当伊伫遐伊过完了，伫咧以马忤斯，伊伫遐甲着即个门徒伫遐咧谈论即个所发生的代志的时阵，耶稣亲自安尼行换因，甲因同行。所以因伫咧同行的时阵，就是伫遐不断伫遐咧对话。咱伫咧行路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欢喜甲上帝、甲咱的主来伫遐对话？包括着亲像讲耶稣伊甲门徒伫遐咧行的时阵，伊伫遐去到伫该撒腓立比的所在，伊讲伊伫遐问学生讲：人讲恁主是甚物人？迄敢毋是就是一边行一边伫遐咧讲话。咱共款，咱伫咧咱的所做，咱会伫遐行路，咱咧做任何的工课的时阵，咱就是伫遐甲主伫遐来对话。另外一个榜样就是保罗，保罗伊伫咧伊的即个宣教的即个旅程，伊伫咧宣教的即个旅程，咱要知影，保罗伊宣教的旅程内面，毋是干那坐船，伊佫有包括着行路，所以伊伫咧。安尼伫咧迄个宣教旅程，伊是伫咧迄个漫长的即个旅程的，伊是不断伫遐咧祈祷的，伊伫遐不断伫遐咧阐述上帝的话语的。所以咱嘛会通透过着保罗伊款安尼的迄款安尼的咧，互咱会通搁一摆伫咧咱的生命中间，咱伫遐会通不断来操练即个行安尼行走的祷告。行走的祷告是一种迄种会通讲。将规个世界诚做咱祈祷的殿，咱讲身躯是咱祈祷的，咱的殿哦。行走祷告是将规个世界诚做咱祈祷的一个场域。所以诗篇119篇150讲啊啦，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咱伫咧行路的时阵，咱的脚需要引带；咱伫咧行走的时阵，我们需要被引导。这段提醒咱需要有上帝话语，甲着圣神的带领。咱咧祈祷的时阵，咱咧行路的时阵，咱做任何代志的时阵，咱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咱需要有圣神的引带。所以，迄个行走，都会通象征着迄个，那亲像咧迄种咱咧走那个天路历程共款。咱的信用毋是迄个静态的，毋是迄个静止的，是迄个动态。所以希伯来书11章内面，伊讲到，咱若去看，咱若去掀开新约，希伯来书11章内面，讲起着侪遮个信用的威能。因伫咧遮信用的威能，因伫遐伊伫咧个记载内面，拢反复伫遐咧使用着因出去，因离开因的家乡，因安尼往前行，等等遮个动词，所以。会通看见的就是，咱的生命是一个，咱活伫咧即个世间，咱是亲像一个客旅共款，咱是迄个寄居的，所以咱伫咧即个地上伫遐行走，咱伫遐行踏的时阵，是遇着迄个天顶的即个家乡来迈进，都是朝着这个天上的家乡来迈进。所以行走祷告，都真特别适合咱现代即马真忙碌的即个生活。有当时咱会讲我都无时间祈祷，这毋知若讲到即句话，咱就毋知要安怎讲啊讲叫做无时间祈祷。
咱若无用到即种程度吼，安尼嘛真正毋知要安怎讲啊，吼。上帝互咱有一个款安尼迄个应允，伊是要互咱会通得到自由的，互咱会通安尼伫咱是亲神的才对。是安那咱会无用到连祈祷的时间都无。如果咱来学晓行走祷告，咱伫咧通勤的即个路上，吼，毋是叫你目睭闭闭，吼，乃是你沿路行路，你徛倒摆，你伫咧开车，拢会通伫迄中间，你的心思意念，吼，来安尼，也是讲伫咧咱咧散步的时阵，咱伫咧公园的中间，拢会诚做咱祈祷的一个时刻。牧师伫咧还未去读新人医进前，一遍，因为圣神感动一个牧师来对牧师讲，讲上帝欢喜我将我的囡仔拢奉献予伊使用，但是上帝无满意，上帝爱我诚做我的囡仔的榜样，我就伫咧中间。来向上帝来伫遐哀求我应该捌分享过因为迄叫做死贫道，毋是死道死道友，毋是死贫道啦。因为以早我就是迄种对，讲要去读新人医，以后要去做牧师，迄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所以即种代志就免我做互我的囡仔去做就好。但是当迄个牧师伊对我安尼讲的时阵，我心内就有，因为我当初是我向上帝所祈祷的是主啊，我将这三个囡仔拢奉献予你。但是我向上帝讲的讲，但是是你去甲伊安尼，你爱去甲主，你爱家己去引因，互因欢喜，来安尼诚做主你的使用。是安尼讲，因为你伫咧如果咱若是甲咱的囡仔讲，我已经将你奉献予上帝啊，安尼歹势，伊以后伊咧奉，伊若真正伊嘛去安尼去诚做一个牧师，去诚做一个安尼牧者，伊伫咧教会内面拄着困难的代志，踢着铁棒，打着高赛，请问伊会埋怨啥物人？埋怨家己的父母啊，因为。是安怎？你要甲我将我奉献予上帝？但是如果若确实是伊家己本身，伊家己上帝感动，互伊来回应上帝的时阵，安尼伊就算讲伊拄着搁较艰难的代志，伊犹原拢吞落去，因为这是伊对上帝的回应。所以我伫咧迄中间，我伫遐来我就向上帝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牧师娘，伊爱有正式的工作，因为当初时我是开店，我是开音响店，个当初我这么台中的家，当时才刚买房子而已，我的贷款是900万，伫咧大概20几年前嘛，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数字，我讲。你爱甲我解决即个代志啊，所以你要我去读新人医会使，安尼第一件代志，我过来就是去读新人医，阮兜的家庭的囡仔经济，才会生活要安怎好？讲牧师娘第一个，伊要有正式的，因为伊伫期待能够考上公立幼稚园的老师，我就设立第一个牧师娘爱有工作要有正式的老师的工作。第二项就是我的店面爱会通走出去，这是路尾手的，因为我进前还佫有其他的故事啦后来我甲上帝祈祷讲，这两项代志爱伫咧迄个8月之前，也就是7月底以前要完成。因为以前我所学到的就是你的祈祷爱足明确。所以我的祈祷都要很明确，所以我甲上帝祈祷讲，7月底以前要完成这两件事情，7月底以前要完成。你若去查，我们网络都查得到，2005年是我考新人医的迄个日期。
在2005年的7月20号前后，19号还是20号，有一个真大的风台，因为都要做好记的，牧师娘伊都要去，伊都要他的笔试已经通过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口试，要去试教。结果试教的前一天，一个真大的风台，我袂记迄个风台名，你们去查一下，在年轻的去查一下，2005年7月，的19还是20那附近，就是在那一天，那真大风台台中，尤其是风台上袂入去的，迄届扫了足凄惨的，我就甲牧师娘讲，安尼咱明仔载敢若阁有口试，但是也无通知啊，所以我就开车载着牧师娘，甲着伊所有的伊所要试教的物件，去到学校，我就将牧师娘放咧，我甲牧师娘讲。我上细汉，住伫咧迄个考试的附近，我就甲牧师娘讲，你去考试，我去坐遐等你。我已经甲车拢停好啊，嘛已经行要到这厝。雄雄突然间，圣神伫咧我的心内对我讲，甲我提醒，今仔日即个考试，毋是干那牧师娘的考试呢，这是专家的考试呢。专家的考试，我即摆伫咧遮要创啥？我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到祈祷，祈祷要安怎祈祷？就伫咧外口，无来行路。我当中我有学到行走祷告，我就开始去行走祷告。当时牧师娘伊考试的迄个所在，一个国小，甲一个完全的中学，都好相邻，所以是一个足大的 block。我就开始写。沿路说，沿路祈祷，为着牧师娘的迄个考试来祈祷，就安尼说，咱一般咱若讲要绕神祷告，咱会想讲咱要绕几圈？7圈嘛，恁嘛拢知影。当我伫遐安尼步行，伫遐我迄天因为上热咧啊，风太了上热咧，我是穿着拖鞋，还拿着一支雨伞恁会去想到倒一个画面。那个拿着一根钓竿的那个，我是拿着一根雨伞，我就伫遐到第6轮的时阵，就我的行动电话就响林先生，请问恁是毋是有一个店面要出租？有一个店面要出租。我即摆有法度会晓入去内底看无？歹势，即摆无闲，因为我即摆咧行，我咧祈祷。无，我会晓甲你约一下什么时间？就甲伊约下晡3点，因为我想讲下晡可能牧师娘应该试教结束了，下晡3点就真正来看。迄天迄天下暗10点，我就搁接到电话啊，林先生，恁的店名阮看了真介意，阮想要甲你租落来。就伫咧迄天下暗12点，也就是过凌晨，咱的公教人员都知道。我们在试教完的当天凌晨12点一定要公告，牧师娘的名就伫咧这个网络的面顶，他是第2名。上帝，伊伫同一天，会晓讲同一天，把我跟他祷告的2件事情全部都完成。迄天我还袂考新人医，但是我就知影讲死啊，我爱去读啊。我是讲死啊，因为这毋是我足爱，因为这种服侍，我家己会通伫遐硬自夸讲我代职服侍，袂比牧师较输啦。但是咧，上帝讲好，你著安尼讲啊，我著甲你好好啊，甲你喋。咱的同工内面嘛捌有安尼祈祷。我过去嘛捌有安尼祈祷，就是我上帝祈祷。我伫咧参加特会的时阵，我人伫遐，我看见迄牧师伫咧面顶，哇，大有能力。我就甲牧师，我就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按照我们以前的祷告有没有？我们那个以利沙的祷告是什么？主啊，你给我双倍的恩膏有没有？好，真好，看到迄嘛。双倍的恩膏，我就上帝祈祷主啊，求主你将这牧师的双倍的恩膏也赏赐给我。哇，听一个，我即摆后来我发现讲，这种祷告袂使黑白祈祷，
因为什么叫双倍的恩高？双倍的恩高，你无去想到迄个先知，也是迄个牧者，伊所经历到的，你是毋是嘛要安尼经历？啊，佫会记你主耶稣伊的门徒，迄个什么人？雅各跟约翰，伊的老母安尼带着这两个囝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啊，讲主啊，你得国的时候，不是德国的德国吼，你得到国的时阵，吼，互我的两个囝，一个坐你正边，一个坐你倒边。主耶稣安怎讲？讲我所要啉的杯，你敢会通好啉？后来咧，雅各第一个死，约翰是上路尾死。哦，咱的祈祷爱足谨慎的，就是讲，因为你根本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咱的迄个规个咱的性命，主要说伊安怎甲咱定。但是当你安尼求的时阵，你要知影讲，你要付出什么款的代价。哦，所以咱就是真清楚，咱爱甲上帝相甲同行，主伊亲自，伊会将伊的心意放伫咱的内面，咱就伫迄中间去伫遐操练，伫遐安尼不断，因为咱甲主相甲同行，咱会通体会主的心意，就咱的祈祷，伊要听，佮伊要甲咱正。所以咱要安怎行？哦，这是一种的安尼何时走？咱会通伫咧咱的户外祷告的时阵，吼。咱去享受上帝的创造，伫咧即个大自然内面去亲近伊。咱也会通伫咧，咱亲像讲，咱伫咧，咱即摆拢是迄种社区的形态。咱会用伫咧咱的社区内面，吼，来伫遐来为着咱的即个社区，咱沿路行，甚至伫咧绕行。我毋知影讲，咱捌为着咱的教会，尤其咱即摆咱要建堂，咱捌安尼为着咱的教会来绕行祷告无？吼，伫咧咱的即规个社区。咱行较大练的，行外围，毋好干那行咱教会内面，行外口，甲洗起来。咱上帝祈祷讲主啊，遮拢要成做你的，毋是迄个建筑物成做你的，是遮的人拢总要成做你的。教会伫即个所在徛起，咱有迄款安尼的迄个科目，讲主啊，即个所在是要你拢要，遮的灵魂拢要互你得到的所在无？咱伫遐为着咱的社区，为着咱所看到的遮个人，也是讲咱感觉讲遮个代志看了，你感觉看了真无合理的意的，吼，咱会通伫遐来为因来做祝福的祈祷，为着你所看到的遮个代志来祈祷，也是讲咱伫咧想象迄个有一寡重大的决定的时阵，咱需要有一个咱的身躯透过咱一边咧行路，咱毋是粉碎，而是伫咧行走祷告的时阵，咱的大脑会通更较清楚，伫遐来伫遐思考，来伫遐来会通做出迄个正确的决定。第四就是咱伫咧咱身心烦躁的时阵，咱透过咱一路沿路行，咱伫遐透过安尼运动来伫遐来释放咱的压力，也会通释放咱的心理。互咱的迄个身心、迄个烦躁的迄个心，会通伫迄中间来得着释放。过来就是咱拄着代志，咱需要突破的时阵，咱时常咱要透过安尼行走祷告，会通互咱的整个咱的身心灵拢会通活动起来，来去打破咱迄个惯常吼，迄习惯的迄个模式，互咱会通伫迄中间来得到突破。安尼咱要安怎来行？来，互咱的即个祈祷会通来得到听，哦，字真细字吼。若有机会，再搁转去看 PPT 啦吼，毋是 PPT， 嘛会使去下载咱的 PPT， 牧师的 PPT 拢是会通互咱的兄弟摕转去家己用的吼。咱会通伫遐来选择一个真安静的路，咱伫遐来伫遐啊，不管是伫咧公园，还是河边，也是上水，也是爱有安全的所在。会通互咱伫遐呢，真慢慢啊，真稳定的迄个步伐，咱无真急躁，咱因为伊毋是一个健身运动吼，乃是一个灵修的操练。咱甚至咱伫咧行路的过程内面，咱会通看见咱所接触到的人，咱迄个伫咧行走祷告的沿途，你有可能会通去看到迄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也是迄个伫咧路旁，吼，迄个。咧蹒跚着步伐的这老人，也是迄个咧佚佗的囡仔，哦，咱会通为着因来为因做好祈祷，咱也会通
安尼为着咱所看到的这建筑物来祈祷，亲像讲咱若去看拄着学校，就为着即个学校来祈祷，求主来祝福即个学校，互伊所教育出来的这囡仔以后会通真做即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哦，为病院，互即个病院会通安尼会通有做真好的医疗，互真侪人伫咧即个病院内面会通得到一个真好健康的身体，身躯会通得到恢复。互迄商店，互遐徛家，互因拢会通得到上帝祝福。当咱安尼为因来祝福的时阵，第一个受到祝福的人是啥物人？是咱。咱会通带着安尼，甚至咱会通带着上帝的话语，吼，一边行一边伫遐来默想。所以，若是咧一边行一边默想上帝的话，咱可能速度爱搁较慢一点啊，稳稳啊行，莫行伤紧，因为行伤紧行你跋倒。咱伫遐慢慢啊行，互上帝的话不断伫咱内，咱去体会上帝。即句话你到底要对我讲啥物话？咱伫咧也是讲咱去到伫一个大自然中间，咱会通为着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来伫遐来学乐。即丛树啊，哪会生啊遮水着？即个花草即个空中的飞鸟等等遮的，咱就伫迄个中间来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有一个牧师伊伫咧每一届清早的时阵，伊拢会伫咧即个社区伫遐来安尼行走祷告。伊就为着每一条街路、每一个建筑物、每一个家庭伫遐祈祷。安尼经过几啊年了后，即个社区的迄个规个属灵氛围就明显改变。咱若期待咱的即个社区真正安尼得到迄个改变，咱会通透过迄个行走祷告，求主的灵运行伫咧咱的社区，求主的灵运行伫咱的教会周围。互迄个属灵的氛围会通慢慢得到改变，迄是一个真久的安尼不断伫遐来操练，互侪迄个牧师伊讲后来即个伊迄个社区就侪家庭因为安尼来得到归主。伊伫遐讲咱的脚所踏着的每一个所在，咱就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宣告上帝主权伫迄个中间。如果咱也拄好咧面对着咱生命内面有侪遮安尼试炼咱的社区对咱感觉讲对咱有迄款咱感觉讲对即个社区有侪遮咱感觉无好势的所在，咱开始来会通安尼伫咧咱的社区来用行走祷告来祝福，毋是咒诅，乃是祝福，互迄个社区就开始来得到改变。主的迄个属灵的迄个气力，就要运行伫咱的即个社区，运行伫咱的教会。所以咧，兄弟，咱的身躯是迄个属灵这圣神的殿。咱的身躯的即个姿态是敬拜的语言。所以咱无搁再看轻咱的身躯伫咱的即个祈祷内面的迄个角色。咱是安尼学晓用着咱的专利，用着咱的安尼身心灵来敬拜这位堪得咱堪得一切。阳光的即个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期待咱的夫妇是迄种安尼会通表达完全的迄款安尼的幸福。咱伫咧主的面前跪落祈祷的时阵，是表达咱对主迄款真诚的迄款的谦卑。当咱用徛伫咧祈祷的时阵，咱是表达咱迄种对主迄款刚强的迄款安尼的信心。当咱坐的时阵，咱是会通表达出咱对主迄种完全安息伫主内面迄款安尼的信靠。当咱伫咧行路的时阵，咱是表达咱要甲主、咱的上帝三个同行。期待咱的身躯会通成做主的殿，咱的姿态会通成做咱的学乐，咱的每一个动作会通成做咱的敬拜，互咱的规个安尼全人拢是。着这位听咱的主、咱的上帝来发出咱对伊的迄款安尼的回应，讲主啊，我伫遮，我将我的全灵、我的全心来献互你。所以当咱安尼透早清醒的时阵，无论咱选择是压落，还是迄个跪咧，还是徛咧，还是坐咧，还是行咧，期待咱拢会记哩。这毋是干那是一个姿势安尼尔。乃是一种的宣告，宣告咱是上帝的儿女，
宣告咱的迄个性命是属于伊的，宣告咱愿意咱的全人是安尼欢喜听主的。当咱安尼压落祈祷的时阵，咱全人是迄种完全的对主的迄个降服。当咱伫遐安尼跪的时阵，咱的迄个原底迄个骄傲的心会通来破碎。当咱徛咧祈祷的时阵，咱的信心会通来得到刚强。当咱坐咧祈祷的时阵，咱的心灵真正会通伫主的内面来得到完全的安息。当咱伫遐行路的时阵，咱会通伫迄个中间咱骹步在稳拢有甲主相同行，咱的骹步会通得到主的引带。无论咱用着什物款的安尼姿势，其他咱的祈祷拢是会通安尼诚做迄个芳芳的祭，来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上帝欢喜甲感动，也得到上帝安尼伊听咱的祈祷，互咱祈祷会通透过安尼，互主的名来得到荣光。咱搁一摆来回想，头拄牧师所分享着安尼。大笔坐伫耶和华上帝面前，成立家己的渺小，甲着上帝的恩典。安尼，咱伫咧忙碌着甲迄个焦虑的生活当中，咱是毋是愿意来停落来？安尼，敢若坐伫上帝面前，咱无着急要讲话，只有伫遐来听叹上帝的话。第二，咱是毋是咱伫咱最近的祈祷的内面，是只有敢若充满了求，是咱有包含着感谢，甲着敬畏，以及对上帝作为的迄款安尼的默想。所以，当咱伫遐安静坐咧祈祷的时阵，上帝是毋是有光照咱的生命内面需要去调整的迄个方向，甲着迄个态度？第三，咱伫咧希伯来书内面，迄个十一章内面或者的人物，拢是用着因的行动来安尼，毋是凭着信心安尼那尔，乃是伊伫咧行动中安尼。凭着信心来跟对咱的主，安尼咱是毋是愿意伫咧咱过来咱的日子内面，咱伫咱安尼真不确定的中间，咱会通一边行一边祈祷，将咱的骹步交托伫咱的主、咱的上帝顶面，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对主对咱今仔日所领受到的，会通咱过来，咱欢喜来操练，来欢喜来不断伫咱的生活中间来互。安尼，不管伫咧做什么款的代志，咱拢是用着迄种祈祷的心，来甲着咱的主三个同行，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毋是干那伫圣殿甲阮相拄，你也是伫咧阮的生命的每一个路站，甲阮三个同行。主啊，求你来引带阮，教导阮，会通学习坐伫主你的面前，亲像大笔共款。承认主你的恩典超过阮所会堪的。当阮安尼安静伫主你的面前的时阵，求你，互阮的心会通来得到清醒，定心来对你的应允，来充满对主、对你的敬畏，甲着感谢。主上帝，阮也求你来引带阮，来带领阮学习安尼行走祷告。伫每一天的工作内面，也是伫阮的家庭以及阮的服侍中间，互阮毋是干那靠家己的计划来伫遐来进行，乃是一步一步来凭着信心来跟对你。就算讲阮头前的路站犹原抑阁无明，愿阮犹原会晓选择信靠主你，因为你是信实搁守约的上帝。愿阮无论坐地，还是行的，还是咧行路，阮的身躯甲着阮的心灵，拢甲安尼甲主你来对齐，主你的心意，互阮的生命会通诚侪安尼持续来向你展开的迄款安尼一个祈祷的生命，互阮安尼会通诚做一个祈祷的人，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向个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祷，阿免。这是请咱同心因时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344首，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请咱起立来传手。
前欢会，讨开我有花，教我细清主去偌多，属你的口话，求主求主，愿你听我叫，我有强亏你大步。这是请咱永远徛的，重新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咱重新来读，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同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逼倒人来受苦，变时过死，埋葬论府。第三日，伫乡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以后救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当心来奉献，请李恩新长老、杨志宏长老来施献。
持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哦，咱做伙来读。哦，但求你欢喜赐予你奴仆的家，互伊伫你的面前永远稳固。至关的上主，因为你有应允，愿你奴仆的家对你得着福气，到永远。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29节。在即马报告事项前来负就任，将时间交予牧师。咱要来补就任吼，迄个来请，就等我一个。即马要来请咱的曾子祥执事先来做补就任的动作。这是要咧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主持要来设立曾子祥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敬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着圣礼典。咱来接受执事的事约。曾子祥，你当要领受执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啊无？你愿意做南阳教会的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你约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你约要安尼行啊无？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请咱会友来起立。恁有经曾子祥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啊无？伊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伊、疼痛伊、替伊祈祷。恁约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恁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阳东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做南阳东会的执事。煞通知众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你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阿免。这时请坐，咱来请咱的长老来接纳，包括咱的遮退任的长老，好。迄落地点，迄落麻烦，迄落请那个会理长老也进来。还有那个嘞，
志宏长老呢？刚刚不是在吗？志祥，你爱徛咧遐。好，坐过来。哦，曾志祥，咱上少年的职事吼，咱感谢主来使用这个咱的迄落少年的职事吼，来到伫咱的中间，来颁发任命书。好，过来要来那个团契会长，甲着这个咱的侍奉团的团长吼，请廖丽云，咱的社青团契会长，甲着咱的音乐侍奉团的团长，吼冯燕云来到伫咱的台前，师班长，嘿，无做吼，也袂做，下次不然先出来，一起出来，嘿，一起出来，哦，这个任命书这个补发呢？冯燕云、廖丽云、庄淑华，恁受领受迄个音乐侍奉团、社青团契会长，甲着教会诗班这个责任，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宽并，设立恁做本会音乐侍奉团团长、社青团契会长、教会诗班长。恁着谨慎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免。好，坐过来。这是咱的音乐侍奉团团长，那个冯燕云，廖丽云是咱的社青团契的会长，个咱的师班长庄淑华，请咱这长老来接纳。Hello， 慧丽老师刚刚有出来吗？有。他刚刚有出来吗？有。好，一人有一个安尼哈。好，等你哈，来那个冯燕云来。廖丽云，先迄个暂时一下呢哈。好，谢谢。好，请坐。好，接下来迎新报告，然后先介绍。还有一项，还有一个。迄个咱圣诞节的时阵洗礼啦吼，方世芳，咱的弟兄安尼咱来颁发洗礼证书，甲着一本圣经。Hello， 秀敏有没有来？秀敏有没有在外面拍照？来。好，恭喜，好，好，上
好，报告之前先介绍新朋友，那个李建福弟兄，是那个陈正昌弟兄介绍的，要不要请弟兄介绍一下？稍微里面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感谢正昌弟兄今天引荐我来我们南良长大社会社大家庭跟大家认识，很高兴认识大家。早起有听咱牧师咧讲，爱穿啊足正式，所以我甲我上正式的衫摕使穿。早起我是真早就到，9点我就到，不过我走唔到景嘅，歹势。我走去迄个有爱遐去，遐较低当正昌弟兄联络了后，我知阮是伫咧遮啦。遮离阮倒出近的，结果我上近我走上远去踅来踅去，结果是伫阮兜附近我伫咧宜兰市大学路迄附近感谢各位今仔日予我这机会来参与这个活动，谢谢大家，感谢各位，感谢，谢谢。欢迎。不好意思啊，他是我的新家装潢的木工，因为一聊之下就是非常的投缘啊，所以我就邀请他来我们的教会。欢迎常来，请坐。第二位是那个黄雨晴姐妹，麦克风，欢迎，黄姐妹是刚搬来教会附近嘛，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第一次来这边参加这个教会啊，我最近才搬来宜兰啊，对啊，我叫黄雨晴。好，欢迎常来。好，我们来报告事项。第一点就是1月24日小会决议，那细项请过目。那第二点是1月24长执会决议，那细项请过目。那第三点，1月30至2月1号，青少期进至台中出游，然后参加退休会，敬请关系代祷，就是这个周末这样。那第四点，农历将至，教会自本主日起赠送每户1份春联及红包袋，每人至多5个，请兄姐于招待桌前登记自取。第5点，主日学提醒，考量人力及幼童安全起见，第1、2堂主日学课程期间，凡3岁以下幼童，请父母带幼童至预计教室、游戏室，并看礼拜直播，随身陪同幼童照料。那肢体消息请自行过目。那会计报告在周报后面，请自行参阅。全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好，支持车咱做伙来迎救火的时光。细时202首，细时是402首，恳求主因带阮走步，因死煞请牧师来助导。困求主领带我下步，若无我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欠你是正，让我搭你遵守你改变，好我你在我中做肯定。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恁一真正胜。佮愿恁的神、佮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佮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立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
我奉献，我今天已经奉献。终于更到了，上次主日